这间位于安平的风格小店，来往的旅客都会被其绿意盎然、疗愈感十足的户外造景所吸引，以为是间早午餐餐厅。其实不然，这里头贩卖的可是最传统的庶民甜点花生糖。而且不说可能还不知道，他们在台南在地可是一间有40年制糖经验的老店了。早期在鹿耳门圣母庙前的店铺生意相当的火热。花生糖呢，因为人家煮店的有人在卖，有人在卖，我们在卖哈，大部分都是拿别人的东西来卖，算讲讲摕来卖啦。你摕来卖是那一段时间了后，那个生意好像还不错啦，还不错，家己在做，当然呢，有利润，咱家己做利润就较好哈，家己在做，是安尼来啦。成立于1978年，第一代老老板从批发发展到自己手工制作花生糖，也因为手艺了得，来自各地的代工订单源源不绝。回忆过往，如今第2代经营者郑雅琪谈起小时候的日常，就是每天不停的卖糖果。在我印象当中，就是在庙口就开始卖糖果，然后我们放学都要去帮忙这样子。对，然后最忙就家里面是有做代工嘛，就是品质还不错，然后就有一些人找上我们来做代工这样。然后印象最深刻就是忙到爸妈不敢接电话，对这个状态，对呀，因为打电话来一定是催货嘛。40年过去了，当年陪着爸妈在庙口卖花生糖的孩子们已经长大了。第一代老老板舍不得放弃传统手艺，顺势将传承的棒子交到郑家姐弟手中。姐姐负责行销，弟弟则负责生产。因为这个舞台应该是可以发挥的，这我想应该是可以发挥，因为我们有技术了，有技术，那就慢慢在研发新的产品，做起来那个品质又更好，这样传承下去他们有一个舞台，它可以发挥了。每天早上7点，负责生产的弟弟郑志耀准时开工，要面对的就是一锅锅需要长达3个多小时且不能停的花生糖制作。将花生、麦芽和少许的糖混合熬煮开始，郑志耀就必须守在炉火前，用力不停地翻炒，将3者完美的 mix 在一起。和一般花生糖制作方法最大的差异就是不再加入其他的添加物。一开始就这样做这种路的啦，都没有这化学添加物，我们都不加。这个花生也一定要从那个北港那边产地那边的花生比较香。因为从做食品的东西我们就有了解到这个东西应该长期在食用对我们人体的健康真的不很理想啦。所以说我们都尽量不要去用那个化学的东西。我们的东西都有一定期限都不是很长，都不是很长，而且没办法所以说要有一个原则啦，我们就不需要去放那个东西。从第一代创始人开始，就选用台湾所产的原物料，像是云林北港的花生，颗粒大，甜度够，香气足。虽然价格高于国外进口的花生，但是为了品质及使用者的健康，即使价格涨不停，能不计成本使用至今。花生、麦芽熬煮完成后，只见郑志耀将成团的花生块不停地借由机器来回且快速的碾压。要让花生整颗的花生都碎掉把它全部跟麦芽融合在一起，把它融合平均这样吃起来才口感会比较好一点。
原本粒粒分明的花生，经由机器压成粉碎后，郑制耀又快速地铺上香味十足的花生粉，卷起、延伸、拉长、切断。而这个步骤靠的就是真功夫了，而这也是影响手工花生糖好不好吃最大的关键。就是花生粉要包均匀一点，糖果要拉开才会好吃。我发现每一块它的长度也都不一样嘛。嘿，对。怎么知道说每一块要拉多长？就凭手感。整个花生糖制作过程就像是与时间赛跑，需要在花生糖冷却前完成所有的制程，以确保最好的品质与口感。郑制耀从22岁开始接手花生糖制作，至今16年过去了。或许是从小就跟爸爸耳提面命的赋予传承的使命，所以继承起家业对他来说理所当然，也甘之如饴。和弟弟不同，负责行销的姐姐郑雅琪一开始并没有打算接家业，直到发现市场的危机，她开始思考，再不改变，可能就要面临被淘汰的命运。我们要接的那个时候，其实已经一些代工的单其实已经没有了。然后，但这个技术我觉得没有延续下来，其实是蛮可惜的。所以我就跟我弟讨论说，那我们自己自创品牌，让大家认识我们，然后让这样的古早味的东西可以继续再传承下去，这样子。但就是我们在台南已经30几年，快40年了嘛。但如果人家讲到花生糖，其实没有人认识我们，是因为我们都是做代工起家的嘛。那很可惜，就是说没有我们，就是想到花生糖不会想到我们，所以就觉得说，那我们应该要让我们自己的品牌有一个曝光的机会，然后让大家再重新认识我们，然后重新开始这样子。有了改变的想法，开始参与台南市政府推出的府城伴手礼甄选活动。并以遵循古法制作的纯手工芝麻糖、花生糖打响名号，而后更是四处参展，积极拓展品牌的知名度。粮食嘛，我就是吃的东西，然后最主要是说我希望好的东西可以延续下来。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台湾古早味的东西，其实你可以发现它流传下来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所以才会想说用良好的食物来做一个延续。其实，在做花生糖这一块，其实我们就很坚持用台湾的花生。对，那台湾的花生就比较那个香气比较浓嘛，然后就是吃起来的口感也不太一样，跟进口的来比的话，所以这是我们一直坚持我们自有的品牌，然后一定要以台湾为主，这样做出发点。当然我们就是很希望是以健康为取向，所以我们就是尽量就是不任何添加物的原味的呈现，这样。其实吃就最清楚了，其实你一吃就知道说这个东西其实很单纯，口感就是功夫啦。对啊，你刚刚看在工厂看到弟弟在制作的那个，其实它是很繁琐的，那它要一层一层的碾压，其实它那个速度其实才能够出来，其实就是很搞刚的一个东西，而且现在的人也比较少愿意去做这一块了。对，遵循古法，以纯手工精致的甜点，香脆不粘牙，摆脱大家印象当中的口感。除了留住旧有的好味道，坚持自然食材的风味，不添加人工甘味或防腐剂，更符合现代人低糖低负担的健康需求，是既美味又养生的健康小茶点。不以价格为销售手法，而是透过品牌建立，以说故事的方式传达出产品的核心价值，结合创意设计推出一系列的礼盒，提高商品附加价值，不仅成功打入知名商店及百货，甚至外交部、台南观旅局等都曾以此为送礼首选。那时候就是会有送礼需求嘛，其实我发现来到店里面的客人，其实大部分都是想要送给亲朋好友，让他知道说，有这个好东西，然后古早味的可以继续再延续这样。然后所以他们对于礼品的包装呈现其实还蛮在意，这是客户给我们的一个回馈啦。那我们就想说，那慢慢就是以伴手礼啊、礼品的方式去做设计。
有那时候就是有想说做一下区隔啦，就是市场都是就是称斤称两这样子嘛。但其实我们在价格的定位上面其实并没有偏高，因为我们还是觉得最主要是原料的部分是很实在嘛，对，所以是反映在价格上面。通常我的商品就是比较有自信的部分，我就说，大家都可以试吃啊，每一样其实每个人的味觉其实是最直觉的、直接，然后就是其实他一吃就知道说，喜不喜欢。所以通常进来的客人，我都会奉上一杯茶，然后让他说，你可以先坐下来，慢慢的去体会这个东西。传统甜点传承的不仅是好味道，更是好客的人情味。进入潮堂，感受店家热情招待，搭配店内融合了传统以及现代文青氛围的布置，装点出精致优雅的氛围。粮食炒堂保存着旧有的好味道，结合2代年轻人的创意，也让传统的台湾休闲茶点文化中注入更多新的元素。因为我们在台南在地嘛，当然很希望说观光客来到台南会知道说，那就是要买什么最知名的，或者是最适合送给外地或者是国外的朋友这样子的一个出发点，在做在地的商品。从在地出发了，就让粮食炒堂这样的一个品牌能够让国际看得见，然后让他们知道说，台湾也有这样一个好东西在。